后来即摆买电动机车，真就是真好康，因为政府要加速度来淘汰二型电的机车，所以为中央到地方政府拢有加码补贴，要互民众换买电动机车。若是甲中央甲地方的补贴加起来做伙算，桃园市补助上多33000，过来是婚姻关3万，过来是家己关2万9，若是中价收入户上悬补助到4万5。 你敢有想要换电动奥多拜？全台湾各县市补助加算咧，中央甲地方加起来换二型电新买电动车，桃园市补助上济33000，婚姻关3万，家己关2万9，对伫后壁补助上少的平湖关，因为地方的环保局无补助，干那15000块。若是单纯新买电动车。 同款是桃园市上阿萨里补助2万8，过来是新竹县甲宜兰县各补助2万3，补助上少的台东县甲平湖县，同款是地方政府无补助，干那13000块。桃园市摕到补助的2项冠军，以电动奥多拜79800块来算，补助后换二型电买新车46800块，新买51800块。现在不便宜，对，按照买这一还蛮划算的。 补助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空污基金哦。那空污基金桃园是因为工厂比较多，所以它有一些固定万元的收入。目前我们电动机车的设计数来到了4万辆，是6都最高的哦。甲桃园比较起来，买电动车补助干那17000块的台北市，爱这桥头北人换电动车，业者讲真困难。因为我们台湾人有的很省嘛，我还能骑，我干嘛还要换？ 奥多拜要有法度骑，当然就无想要换车。目前遮济奥多拜，若想要所有奥多拜拢变成电动车，无遐简单。